中华关电古迹鹿港的地藏王庙，即马正在进行这彩画修复工程。不过有文书工作者发现讲，修复团队用白膏啊拍底，而且现场的条啊有翘卡情形，认为这安尼时间是有欠点的。修复团队是回应讲，因拢有符合修复计划书的内容。 中华关电古迹鹿港地藏王庙头前搭墙围，阁有施工人员出入。地藏王庙内底彩绘有袂少翘壳笔唇，今年7月开始进行修复工程，但是有文书工作者指出，修复团队无照传统工法落去做，嘛无监督机制，认为施工有欠点。作为施工人员，是不是具有这古迹修复的这匠师的资格、甲修复师的资格？这第一吼，第二就是讲伊的施工规范，目前是写当有合这个施工法。 但是咱即摆咧现场看到吼，就看到迄蓝宝树脂，双洗牌 P 图哦，落去做伊的地藏层，这明显是甲咱古迹修复伊的地藏层的材料甲伊的工法是有严重的问题产生。修复团队解说，条仔翘壳是前一届修复失败引起的，目前只是第一届拍底，也若树脂是甲一米重油灰内底，拢有遵照修复计划书的时间。伫阮西方的这个拍底内面底有一款叫做半吸收打底，就是甲水加油甲掺做伙。啊，毋过迄掺的技术甲比例迄足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匠师李欣老师呢，伊讲。 伊的经验甲伊做这个概念内面，啊加一点啊，会使增加伊的附着力跟弹性。面对这届的修复争议，中华关文化局文字回应表示，地藏王庙修复相关的施工材料、程序、工法，拢有经过专家学者审查通过。现场施工有修复记录，团队成员嘛拢有文化资产彩绘修复的相关经验，一切符合规定。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